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又到2026年3月22號。咁今日呢，上一次呢，我哋記得呢就因為小弟呢有啲事咁暫停咗1個星期嘅。咁今日嚟到今日啦，咁2026年3月22號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提供呢個第10場嘅賽事。咁第10場賽事呢個 tips 呢就係2隻馬嘅。咁2隻馬嘅，都係專攻尾場啦。咁就飛鷹翱翔，呢個飛鷹翱翔就搭呢個光年魅力嘅今場第10場嘅馬，就光年魅力第10場，光年魅力就搭呢個飛鷹翱翔，光年魅力搭飛鷹翱翔。咁第10場嘅 tips 提供呢就光年魅力搭呢個飛鷹翱翔，咁希望大家今日呢有中獎。我都覺得呢場馬呢應該係呢2隻馬呢個3甲機會比較高啲嘅。希望今日真係應驗到，真係能夠呢2隻馬跑入3甲。希望大家鍾意，拜拜。